各位，國際調解院總部將會落戶香港。外交部宣布，外長王毅將會喺今個月30號來港出席相關國際公約簽署儀式，並會舉行討論論壇，圍繞國家之間爭端調解等展開研討。最新失業率3.4%，較上次公佈上升0.2個百分點，有129400人失業，多咗大約6600人。當中建造業、住宿服務、餐飲服務同金融業失業率有明顯嘅升幅，同期就業不足率亦都上升咗0.2個百分點，升至1.3%。新聞提要報道完。各位，政府公布落實首階段9個旅遊熱點項目，新熱點包括香港工業品牌旅遊，已經落實嘅有李錦記、奇畫、八珍醬園同益力多。現有景點就會發展深度遊，九龍城寨之圍城場景展覽就會擴大規模，帶動九龍城消費美食。打卡熱點油麻地警署第4季會開放俾遊客入內參觀。睇埋今期六合彩結果係10、15、28、31、34、40，特別號碼48。新聞提要報道完。